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很高兴在今天，我们大家一起相聚在主的圣殿，我们一同来敬拜他。首先，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一同来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真神。此时安静我们的心，将我们自己全然交托在神的面前，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为了新的一年，让我们能够更亲近神，更渴慕神，并与神有更深的连结与敬拜。我们来祷告，也为了新的一年，恳求主持续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恳求主持续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顾保守我们所行所思所想。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献上我们感谢，让我们赞美在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年，让我们有机会在你的爱中来成长。主啊，让我们渴望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更加的亲近，更深的体会你的同在。主啊，求你给我一颗渴慕的心。让我每日在你的生活中能够寻求你的面，愿你的话语成我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走在你的道路上。主啊，帮助我在祷告与敬拜中更加的与你来连结，让我的灵能够不断的被你的爱与真理来更新。主啊，恳求你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用纯洁与真诚的态度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在你面前都能够你所悦纳，成为馨香的祭。主啊，也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在遇到困难与挑战中，仍然能够持守对你的信靠，让我的信心在你的恩典中更加来坚定。主啊，我们也特别感谢你带领我们走过过去的一年，无论喜乐还是挑战，你的恩典始终与我们同在。如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迎接新的一年，恳求你持续的施恩、祝福与引领。在新的一年里，愿你赐给我们更多的智慧与力量，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荣耀的名。求你帮助我们在困难当中来坚定信心，在丰盛当中来感恩、来谦卑。主啊，愿这一年一切的计划与梦想交托在你手中。求你来引领我们的脚步，使我们能够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也求你保护、看顾、保守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也持续施恩施福在我们教会当中，赐给我们平安与和睦。主啊，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动工，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来更加爱你、更加认识你，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将你的爱和福音带给更多的人。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接下来，我也为了我们这一年的工作、经济与我们的家庭，一起献上我们的祷告，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提供我们日常所需的一切。主，感谢你赐予我工作的机会。主啊，当我们面对工作与经济的挑战的时候，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所担忧的交托给你。因为我知道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求你赐我智慧和洞察力，让我在工作中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并且有效地利用管理的资源。主啊，无论环境如何的变化，求你让我保持诚实与正直，让我在每个职场当中，在每个挑战当中，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求你祝福我的经济，使我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能够分享给有需要的人。主啊，当我们在财务上有压力的时候，求你赐我平安与信心，让我知道你始终与我同在，会供应我所需的一切。主啊，也恳求你赐下新的机会，让我在工作中有所突破，赐予力量与耐心，让我们持续努力，忠心完成你所交付的每一项任务。主啊，
在这新的一年开始，我也为了我们的家庭来向你祈求，主啊，求你赐下我们家人当中彼此更多的爱与包容，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彼此，了解对方，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求你让我们在困难中找到力量，在成功的时候保持谦卑。求你看顾保守我们的家人，赐给我们平安、健康、喜乐，让我们家成为爱与和平的避风港，让每个进入我们家庭的人都能够享受到从主那来的温暖与关怀。主啊，愿我们的家庭能在新的一年当中更加的信靠你，跟随你的教导，成为彼此的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一颗敬拜的心。此时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主啊，让我们带着一颗敬拜的心来到你面前。每一个呼吸，每一个决定，主啊，我们都愿你为好，直到那一天你再来的时候。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一颗敬拜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让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正发自我内心。主，我们献上一颗敬拜的心来到你面前。愿我们都能被洁净，按你所喜做样式。我献上一颗敬拜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让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正发自我内心。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炼，被洁净，按你所赐的敬拜你。心与心，心与心，深渊与深渊相依，被火炼，被洁净，按你所赐的敬拜。
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让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正发自我内心。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敬拜不可虚假。只要祭物是来自我心里，主你就悦纳。无论要付什么代价，让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正发自我内心，我会真正发自我内心。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渴望来亲近你，敬拜你的生命。主，你是赋予我们生命气息的主，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我们要来敬拜你。主，我前来敬拜你，我渴慕贴近你心，你赐我生命气息，称我为你的儿女。主，我前来敬拜你，让我灵向你苏醒，献上我全人全心，愿成为馨香火祭。我未曾心切，你已认识我，我手早为要荣耀你。主，你深知我每个意念，我降服自己，由你掌权。唯有你圣洁和公义，唯有你配得大赞美。你担当了我的罪，洗净我的污秽，唯有你心事不改变，高举你生命到永远。来到我主宝座前，专心瞻仰你荣美。你脚前放下冠冕，赞美你直到永远。我未曾心切，你已认识我，我手早为要荣耀你。主，你深知我每个意念，我降服自己，由你掌权。唯有你圣洁和公义，唯有你配得大赞美。你担当了我的罪，洗净我的污秽，唯有你心事不改变，高举你生命到永远。唯有你圣洁和公义，唯有你配得大赞美。你担当了我的罪，洗净我的污秽，唯有你心事不改变，高举你
圣洁和公义，唯有你配得到赞美。你担当了我的罪，洗净我的污秽，唯有你心事不改变，唯有你心事不改变。高举你生命要永远。主，你是我们生命的光。当天地一片黑暗时，你的话语照亮了全世界。主啊，让我们永远来赞美你。主啊，我们心是何等感动，因为你离开天上的荣耀，愿意居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主啊，我们来深深爱着。当天地一片黑暗，你话语照亮全世界，荣耀充满全地。当世界沉默无语，你将旋律放在我心中，我要永远赞美。深刻的感动，你离开天上荣耀，愿居住在我心，我深爱你。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主啊，愿我一生都遵从你的旨意。主啊，因你触摸了我所有的软弱。当天地一片黑暗，你话语照亮全世界，荣耀充满全地。当世界沉默无语，你将旋律放在我心中，我要永远赞美。我心何等感动，你离开天上荣耀，愿居住在我心，我深爱你。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让我们高举双手来敬拜我们的神。你是心是真神，荣耀君王，我一生尊崇你，我的主，你触摸我心，使我完全，我愿降服于你。你是心是真神，荣耀君王，我一生尊崇你，我的主，你触摸我心，使我完全，我愿降服于你。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
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是的，神，我们再次来你面前，我们来敬拜你，因为只有你可以得到我们的心，只有你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苏醒过来，只有你让我们的心再一次得到重新的力量。主啊，向你献上感谢，也唯有你是那个信实公义的神，也唯有你是那个圣洁完全的神，也唯有你是配得一切尊荣赞美的神。所以神，我们在今天早上将我们的全心全人就摆放在你的面前，蒙着你的悦纳。也愿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成为馨香的祭，达到主你的面前。愿主你的荣耀就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好，让我们透过今早的礼拜，我们跟你有建立真实美好的关系，也透过今早的礼拜，你再次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你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来鼓励我们。透过今早的礼拜，我们再一次享受与你同在那样关系的美好。也愿今早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配得一切的尊荣，配得一切的赞美。这时候我们要一起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把时间交给诗慧。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2章1到15节，我们一起来念。上主差先知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某城有2个人，一个富有，一个贫穷。那个有钱人有很多牛羊，那个穷人只有1只小羊，是他买来养的。他照顾小羊，让小羊跟自己的儿女一起长大。他把自己吃的喝的也喂一些给小羊，让小羊睡在他怀中，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有一天，那有钱人家里来了客人，他舍不得从自己的牲畜中杀1只招待客人，却把穷人家里那只小羊取来款待客人。大卫听了，对那有钱人非常生气，说：我对永生上主发誓，做这事的人该死。他做出这样残忍的事，必须偿还他所夺去的4倍。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我立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把扫罗的国和他的妃嫔都给了你，使你做王，统治以色列和犹大。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我还会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违背我的命令？为什么做了这种可憎恶的事？你使乌利亚死在战场，你借亚门人的刀杀死他，然后夺去他的妻子。你这样违背我，抢了乌利亚的妻子，你的家将永远逃不了刀剑。我要叫你自己家里的人起来作乱攻击你。你要看见我把你的妃嫔给靠近你的男人，这个人要在光天化日下跟他们睡觉。你在暗中犯罪，我却要在光天化日下使这事显露出来，让全以色列看见。于是大卫对拿单说：
我得罪上主了。拿单回答：上主饶恕你，你不至于死。但是因为你做这事藐视了上主，你的孩子会死。说完，拿单就回家去了。上主使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所生的孩子害重病。第二处的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6章5到7节，我们一起来念。我说，我完了，我惨了，因为我嘴里的每一句话都不洁净，我周围的人所讲的话也一样不洁净。况且我还亲眼看见了君王、上主、万军的统帅。于是有一个6翼天使向我飞来，拿着一把火钳，夹住祭坛上燃烧着的炭。他把那炭碰我的嘴唇，说：这块红炭碰了你的嘴唇，你的过犯都消除了，你的罪被赦免了。愿主祝福读他话语的人。接下来我们请喜乐小组来献诗，献诗的曲目是我安然居住。献诗后我们请真牧师证道，题目是真实反省的悔改。我
感谢神，让我们在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来到上帝的圣殿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也愿神赐福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透过今早的礼拜，我们可以来跟我们的主建立更美好的关系。也透过今早的礼拜，透过上帝的话语，也让我们再一次来了解，也一起学习上帝所要教导我们、所要让我们明白的事情。在我们开始来分享之前，我们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在今早，你引导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你，来赞美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感谢，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可以认识你，成为你的儿女，也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与你建立美好的关系。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在今早的礼拜当中，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更新激励我们，也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对我们说话，使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改变的力量。主要帮助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也透过今早的礼拜，我们享受与你同在、亲近美好的关系。将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也将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一起来做礼拜这个系列的第5讲啊。之前有几次跟大家在分享说，我们为什么来做礼拜？做礼拜当中这么多不同的程序，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信仰的内涵？在过去几次我们有分享，我们为什么在礼拜当中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我们为什么要敬拜？我想透过这些分享，透过这些信息，特别我们从上帝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去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在这个地方来做礼拜？我们为什么要花我们的时间在这个地方来参与主日？我们大可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出去玩、出去吃东西，选择在家里休息，但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分别我们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今天牧师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礼拜，但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主题叫做真实反省的悔改。其实悔改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主日礼拜不是那么的明显被我们看见，我们也没有特别说有一个礼拜程序叫做我们要一起来认罪祷告，或是我们要一起来悔改，或是我们一起要做什么。这个在我们的主日礼拜好像没有一个那么明显的程序，让我们可以去理解，在礼拜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首先我们先一起来想一件事情，是我们为什么每周都要守主日？我们为什么每个礼拜都要守主日？到底什么叫守主日？如果从圣经来看，当耶稣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后，从死里复活，在7日的第一天，他复活，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把这一天定作是一个主的圣日，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把利用这一天，大家聚集在一起来纪念，也来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以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要了解，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不是说这是一个纪念耶稣的主日礼拜，或者说有人说这是欢庆礼拜，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礼拜。但我们要知道，另外一面的意思就是什么？是因为耶稣因着我们生命的过犯，为我们钉十字架，透过他的生命所换取来的。当我们在这边说欢庆礼拜，或者说我们说纪念耶稣的时候，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因着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说这是主的圣日，所以我们在这里做礼拜，做主日的礼拜。所以每当我们做主日的时候，特别是主日礼拜，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也让我们再一次的思考，我们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觉得我今天有来礼拜哦，那上帝应该给我拍拍手。我今天有来礼拜哦，上帝应该觉得我很棒，我是一个很棒的基督徒，我今天来参与礼拜。或是觉得我有出现了，但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其实每一次来到主日来参与这场礼拜，如果我们从刚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思想，我们有没有再次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生命的需要，把我们生命所缺乏的，再次带到上帝的面前？别忘记这个主日的存在是因着耶稣为了我们的软弱，
牺牲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我们因而纪念这个主日。那每一次我们来礼拜，我们有没有再一次的思想，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生命当中的过犯带到神面前，并且再一次的跟耶稣经历从死而复活这样子的恩典？所以每一次的礼拜，当你等一下回家，你也想一件事情：今天的这场礼拜，不论是透过哪一个程序，可能不是透过牧师的讲道，可能透过刚刚的献诗，透过刚刚敬拜赞美，或者是任何一个程序，再次去想，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没有经历到生命的更新？我有没有经历到死而复活？我有没有经历到生命的转变？所以每一次的主日，每一次我们在这里聚集，不单单只是时间到了，所以我来，这就是礼拜天嘛，10点50我就该出现在这里，我习惯了，并不只是这样而已。更重要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也重新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调整我们生命的步伐。所以之前最一开始牧师在跟大家分享我们为什么做礼拜的时候，牧师有分享一段经文，从以赛亚书的第6章，他讲到了我们为什么做礼拜，或整个礼拜我们做礼拜这么多程序的原型。其实说认真的，如果你是从小就是基督徒的，你可能从小做到大，或许有些你觉得哇，为什么这个时候我要做这些程序？特别如果你是刚受洗，或是你第一次来教会了，你可能也会有很多疑惑啊，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站起来？这时候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但其实我上次牧师在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段经文，讲到这个有很多礼拜的元素，其中有一部分我们刚刚大家一起读到的以赛亚书第6章，他说什么？这个先知以赛亚说啊，我完了，为什么完了？我惨了，为什么惨了？他说，因为我嘴里的每一句话都不洁净，我身旁的人嘴里每一句话也都不洁净，而且他又说，我亲眼见到了这位君王、上主、万军的统帅。OK， 所以你看到以赛亚是带个什么心态？他说：哇，糟糕，我见到上帝了，我来朝见上帝了，我来敬拜上帝了。但是我是一个不那么完全，我是一个有缺乏的，我是带着软弱的，我是有失败的。但后面你看到上帝一个很棒的恩典，他差派他的使者撒拉弗，他怎样拿火炭，夹取那个火炭，碰到这个先知以赛亚的嘴唇，说什么？这块红炭触碰到你的嘴唇，你的过犯就消除了，你的罪被赦免了。以至于后面有一段经文，以赛亚就说：上帝说，谁肯为我去？以赛亚说：我肯为你去。他生命得到改变了，生命得到更新了，不大一样了。所以每一次来到礼拜的时候，让我们去想，我们来朝见上帝哦。其实我们来朝见上帝哦，虽然好像看不到，对不对？好像没有看出一个实体的上帝在那边，但不要忘记，我们是来朝见上帝的。上次牧师分享说，我们是用心灵跟诚实，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上帝的。那我们每一次用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每一次敬拜上帝后，我们又如何？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再一次思考，在每一次礼拜，牧师再一次讲，等一下你回去的时候，你自己问自己，今天礼拜我得到什么？今天礼拜我没有再次得到更新，在今天礼拜当中，我们再一次得到一个新的亮光，在今天礼拜当中，我们得到一些重新的鼓励。所以接着，我们透过为什么来守主日这件事情，我们继续接着来看。我们刚刚一起读了大卫的故事，其实你发觉，我们刚刚念过，你就发觉大卫好像试着想要把这件事情隐瞒起来，甚至他试着想要说谎，他不想让别人知道，因为他很怕被知道了，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甚至他很怕说他知道别人会怎么样看他，所以一连串的谎话，一连串的谎言，想要掩盖他自己所犯的错误。当然，我们看见上帝也给大卫有惩罚，但是我们再回头看大卫的一生，你知道当大卫还是个孩童，这个故事我们都蛮熟悉的。大卫还是孩童的时候，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歌利亚，巨人歌利亚，他在以色列的军队前面校正，然后以色列的军队就没有一个人敢出去。但这时候大卫站出来，上帝帮助他。大卫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但是我靠的是上帝的名。”所以他打败了歌利亚。哇，这他人生当中第一个很大的征战打赢了。接着，打赢了之后，这个扫罗王，他就到扫罗王的皇宫当中服侍他。
但没想到大卫做了这些事情，大家就很称赞大卫，哇，大卫好棒，大卫好棒，打败歌利亚，打败我们的敌人了。但扫罗王这时候嫉妒了，说，哎，大家怎么都这么喜欢大卫，不喜欢扫罗王？于是扫罗王就怎样，开始讨厌大卫，甚至追杀大卫，大卫就开始逃跑。但是在那个逃跑的过程当中，上帝也保护他，上帝也帮助他。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也有看到，过去扫罗王要害他的时候，上帝保护他，让他还可以成为一个国王。所以你看到大卫一生当中很多的征战，很多的挑战摆放在他面前，他一步一步都过去了，但是是靠着上帝给他的。但是现在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就发觉，大卫却滥用了上帝给他的恩典。大卫滥用了上帝给他的恩典。这个要从我们今天没有读到的经文这个撒母耳记的11章开始讲起啊。其实我们刚刚所读的故事已经略窥一二，大概知道。大卫有一天他当国王了啊，以前他已经当国王，长大当国王了。有一天那个睡觉睡到这个下午啊，那个下午才起床啊。他下午起床就在他的这个皇宫走来走去，哎，突然看到哇，有一个漂亮的一个妇女在那边洗澡，就哇，太漂亮了，啊，他就把她带回家了。带回家之后，为了想要真的完全的拥有她，又发生什么事情？就把他钟爱的部下，就是这个妇人的先生，他的一个将军乌利亚派到前线把他害死了。于是大卫就夺得了这个太太拔示巴。一连串离奇的故事，大卫觉得哎都没人知道啊，都没人知道啊，然后就好像可以完全掩盖住了，反正我是国王。然后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大家觉得我是有上帝同在的人，我是个很有权势的人，没有人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于是我们刚刚一起有读到上帝怎么说？他说上主对大卫所做的这事怎样，十分不悦。上帝说话了，上帝对大卫所做的十分不悦。于是他派了一个人叫拿单 ，OK， 先知拿单。你要知道，拿单他其实蛮勇敢的他其实蛮有勇气的。大卫是国王啊，如果这个先知去找这个国王，然后讲一讲，这个国王不中听，可以随时把这个先知就杀掉的。所以他其实很勇敢 ，OK。但他到大卫的面前，他就这样怎么跟大卫说？就讲了一个故事嘛。我们刚刚一起读圣经有读到，他说有个何亚郎，有一个富有的人跟一个善甲郎，贫穷的啊，富有的什么都有了啊，贫穷的就有一只小羊，然后他把这个小羊怎样视如己出，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女儿来看待，然后睡也睡在一起，吃也吃在一起，就哇很呵护他。有一天，这个何亚郎这个有钱人来了客人啊，有来客人。他去他家后面的后院看一看，这个羊先不要杀，这个牛不要杀，这个鸡不要宰哈，看一看，隔壁那个好，他就跑去把隔壁那个贫穷的把羊抢过来，把它宰了，为了要让他的客人有可以饱餐一顿。于是大卫听完这个故事怎样？很生气啊，对不对？我们刚读了，大卫就什么？我指着上帝的名起誓，我对天就抓了，台语讲啊嘞，我对天就抓。这个人该死大卫就这样讲。好，那于是呢，拿单就怎样跟大卫说什么？你就是那个人。哇，拿单就告诉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人。”接着大卫说什么？他就说：“我得罪上主了。”你看大卫前一刻还在为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贫穷的人怎样？打抱不平，说：“这个不可以啊！有钱人怎么可以这样压榨他？这个有钱人有罪，该死要还他4倍。这个贫穷好可怜哦，好可怜哦！有的被拿走了。但是现在大卫却说什么？我得罪上主了。大卫这时候发觉一件事情，哇，掩盖不住。他发觉哇，我内心的软弱，我内心的真实，内心的挣扎，被摊开了，摊开在上帝的面前。我想大卫这样一生征战的故事，不论是面对巨人、面对权势、面对外在的挑战，或者是他现在所面对内心的挣扎、面对内心的挑战，我想这不是一个故事而已不是我们看那个圣经的故事，然后看一个比喻，然后就觉得这个人好糟糕这个人不可能不是我了，我才不会这样子嘞。不是一个故事而已，有可能很真实的发生在你
发生在我的身上。不论是外在或内在，这样的失败、过犯、软弱，可能都会让我们感到脆弱，甚至让我们觉得不安。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能看到，上帝虽然揭开了大卫不想被看到的一面，但是上帝仍然有公义的审判，但是也有他的慈爱跟怜悯。所以我们一起透过这个故事，也透过我们刚刚前面所看以赛亚的这段短短的经节，我们一起来思考，每一次我们来礼拜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参与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并且在这个当中，我们如何得到一个生命的更新和改变。第一个，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是诚实的面对我们的过犯，也接受我们的生命的软弱和有限。我们要学习诚实的来面对过犯，而且接受我们生命的软弱和有限。刚刚大卫，我们还记得大卫他怎么说？就听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卫说什么？他说：“我对天发誓，这个人该死。然后呢，这个人他好残忍哦，他要把偿还夺去了4倍。”那拿单说什么？你就是那个人。大卫就说：“我得罪了上主了，得罪了上主。”然后大卫跟他说：“会有刀剑在你的家，会有一些惩罚在你的身上发生。”但是最后拿单也告诉他一件事情，什么？上主饶恕你，你不至于死。所以我们学习到2件事情。其实我们面对生命的过犯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上帝是一个公义审判的神。我们先了解第一件事情，上帝是一个公义，是一个审判的神。当大卫他说出我得罪耶和华了，代表什么？代表他很清楚的认识上帝，代表他很清楚知道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所以他可以很勇敢的面对错误，他可以接受别人的劝告，他可以接受别人对他的劝勉，甚至是指责，因为他发觉对，我不是上帝，对我所做的是需要被重新调整的，是需要被重新改变的。因为他知道没有人可以躲避上帝，他知道也没有人可以隐藏自己，所以大卫这时候知道怎样是我有罪，是我有软弱，我是有限的，我是有缺乏的。所以大卫清楚知道那个时候我不是一个王了，我不是那个很伟大然后每个人很尊崇的那个人了，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而且是有限的人。因为上帝是一个公义，是一个审判的神，在他的面前没有人可以隐瞒得住。所以在传道书第12章14节，传道书的作者也这么说，他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道书有这么说，没有事是隐藏的，不论其好还是坏，不论好的坏的，上帝都一一的审查。所以诗篇第9篇第8节，这个诗人也这么说，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上帝按他的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上帝依他的公义，依他的正直去审判这个世界。但我们要了解，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OK，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可能有一个软弱，或者是我们一个担心的事。有时候我们犯错之后，我们会害怕自己被嘲笑，我们会害怕自己被指责，但是这样不敢面对的恐惧感，反而可能让我们失去了生命真实的方向。有时候我们很怕说我这代就更小我好人知让别人知道很丢脸别人会笑我，别人会指责我，别人会不知道怎么样看我，很丢脸。但我们要知道，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上帝怎么看我们。因为我们一直觉得我这样子的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的恐惧感有时候会让我们失去了生命的方向。这样的恐惧感有时候可能耽误了我们生命继续前进的动力。大卫在诗篇32篇，他这么说：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哭泣，身心疲乏。上主啊，你日夜惩罚我，我精疲力竭，像水汽在圣所中蒸发。于是大卫说，我向你承认我的罪，我不
隐瞒自己的过犯，我决意向你陈明一切，你就赦免我所有的罪。大卫他很真实的说一件事情，他说什么？我闭口不说的时候，他觉得我不要给你们知道嘛。但是你看他内心是什么？很煎熬他内心很挣扎甚至很害怕。闭口不说，他终日哭泣，马赛就吞到巴兜来自己眼泪往肚子里面吞，然后身心力竭但是你看最后他说，于是当他敞开跟上帝承认他生命当中的软弱、生命的过犯时，他说：“我不再隐瞒，我决意向你陈明一切，你就赦免我所有的罪。”所以第二件事情，上帝是公义、是审判的神，但是他也是慈爱、怜悯的神。我们要知道，上帝也是慈爱、怜悯的神。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的软弱、有限时，上帝也仍然是怜悯、慈爱的神。拿当回答说什么？上帝饶恕你，你不至于死。当然他讲了很多审判的事情，对吧？大卫有做错，还是有要他付上代价。但是拿单这样回答他，所以大卫也认识到一件事情：上帝是一个有慈爱、有怜悯的一个上帝，所以他可以很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大胆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面对自己的过犯。他不再隐藏了，他不再终日哭泣、身心疲乏，然后所有的恐惧、所有的害怕自己承担。他再次大胆来到上帝面前，神啊，帮助我。所以在约翰一书1章9节，这个作者也这么说：如果我们向上帝认罪，他是信实、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所犯的各种过错。上帝是什么？信实、公义的神。我们若愿意在他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不足，他洗净、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错误。所以认真讲，不只是这个很伟大的大卫遇到这样的事情，对吧？我们看圣经就是个国王，很伟大的人会遇到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每一个看为更平凡的人，我们也一样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不论是你看为权势高、地位高，我们会遇到，或者是我们认为我们是个平民老百姓，我们也都会遇到。所以我们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不是别人怎么看，或是别人怎么定义，再重要是上帝怎么看。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那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教堂，它叫加布遣会的教堂。那这个教堂，它的地下室这个礼拜堂的地下室是专门在埋葬这些皇室啊、国王啊他们的家族的皇家墓穴。那在这个墓穴、这个礼拜堂，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告别礼拜他们每次这些国王或是这些贵族他们要举行礼拜的时候，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仪式。OK， 我们来看这个仪式是什么。这个送葬队伍很长 ，OK， 然后就很多人都要去送这个国王最后一程。送葬队伍前面会有一个领导人，那他就会走到教会的门口，之后他就会怎样呢？敲门，敲很大力，然后很大声，里面的赶快开门，就这样敲门赶快开门。但是里面的人却小声的回答说什么？我好像听到有人在讲话，不知道是谁敲门里面就小声的回答。那这个带领者会再大声喊说，这个是某一任的国王。他现在蒙主恩召去世了，他要来这个教会举行告别式，赶快开门。之后里面的人一样小声的回答，说什么？谁啊？我们没有听过这个什么国王啊，他可能走错地方了，我们不认识这个国王。于是呢，这个带领者这个队伍的带领者，他就只好碰了这个一鼻子灰，就跑回去跟王室成员再讨论一下。第二次呢，他又再次到这个教会的门口，然后再一次敲门。但是第二次敲门的时候，他就没有敲那么大力，他就小力一点了，就小力一点。好，第二次声音也小声一点。好，那这个时候换里面的人，他就用大一点的声音说什么？我听到有人在敲门哦。请问是谁在敲门？于是这个送葬队伍的第一个人，他就轻声的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太大声了不好意思。刚来敲门的呢是某一任国王，
他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对国家有很棒的贡献，很多人喜欢他，爱戴他。他现在蒙主恩召了，安息主怀，他要来这边举行告别式，拜托你开门。那于是里面的人一样用稍微大声的声音说什么？谁啊？这个国王我没有听过啊，他做什么伟大的事情啊？谁很爱他？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做过这些事情，请你们到别的地方去吧，不要在我们这里。哇，怎么办？怎么办？于是这个带领者他又再跑回去跑去再跟这个王室的成员讨论。于是第3次他又回到这个礼拜堂的前面，再一次小声的敲门，敲了很小声。于是这个时候换里面人大声说：“我听到有人在敲门，是谁在敲门？”于是这个带领者他用非常微弱的声音说什么：“不好意思，这次来敲门的呢是一个有罪的人。现在他去世了，他安息主怀。我们想要来借这个教堂，我们要办一个弥撒，我们要办一个礼拜，寻求上帝的宽恕，寻求上帝的怜悯。”于是这个时候，这个里面的人呢，他就高声的说：“好，来人啊，赶快开门，让大家都进来参加这个礼拜。”好，你看到这个很特别的仪式当中有什么样的差别？有什么区别？一开始这个队伍。前面那个人说什么？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国王哦，他来这里哦，赶快开门哦，我们就要用这个地方，他是伟大的国王，你应该给他用啊，他做很多事情啊，你给他用啊。里面人说什么？我们认识他是谁啊？后来到最后发现什么？变成里面的人很大声的说：“这个人是谁？”外面的人说什么？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他是一个有缺乏的人，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来这里寻求上帝的怜悯，寻求上帝的宽恕。其实认真思考，当我们的生命跟上帝真实的面对面，或者每次我们来参与礼拜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带着一些重担，带着一些生命的问题，无论我们怎样寻求上帝的赦免跟怜悯，寻求他的帮助，除了谦卑在他面前，没有其他的方式。如果我们没有谦卑在他面前，没有其他的方式，生命当中真的最有力量的、最有能力的人，是愿意认真在神面前反省、悔改的人，而不是看着自己哇，我多伟大，哇，我用多少的外表装饰自己。所以非常出名的一个神学家，他也是一个牧者，他叫卡尔巴特，他说一句话，他说：“当我们谈论我们的德性时，我们是竞争者。但是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过时，我们就成为弟兄姐妹。”他在说什么？当每个人都只谈论说：“哇，我很好，我非常好，我拥有什么，我做了什么，我有他没有，我做的最棒，他什么都不是。”如果我们只谈论这些，如果我们都只谈论自己的好，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真实的需要跟软弱时，我们只会互相的竞争。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只哇，我做得很好，做得很棒，做的，牧师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鼓励，不是说不要互相这样鼓励赞美，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认真看见我们的内心。而当我们很诚实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跟不足时，我们才有办法成为弟兄姐妹。我就想来到这个教会的人，说实在话，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没有人可以被称为是伟大的，没有人可以被称为是最棒的，没有人可以被称为是完美的。但唯有来这个地方，我们坦诚承认我们的有限，来到上帝面前寻求怜悯，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彼此的兄弟姐妹。第二个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是只有面对过犯而已，不是只有停留，更重要是依靠上帝的帮助，我们要寻求生命继续向前，也寻求生命的改变。我们要依靠上帝的帮助，不是只有停留在此，继续向前，也寻求一个改变。当大卫他面对他的过犯被揭开的时候，当他重新面对他生命的软弱、生命的问题的时候，他写了诗篇51篇，其中第10节，大卫这么说：“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重新正直的灵。”他跟上帝祷告，
神啊，让我有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一个重新的心，重新建造一个。而且你看大卫很重要的祷告，他说什么？他说重新正直的灵。他会跟上帝祷告什么？让我继续的向前。你给我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清洁的心，是让我可以继续的向前，是可以让我继续的改变。我想犯错后，或者是我们生命觉得不完美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悔改认罪，并不是觉得懊悔、懊恼而已，不是觉得啊，我那也安那啊，我当初是那也安那啊，后悔，只有后悔而已，懊悔而已。我们还需要得到一个改变的能力，不是说停底下讲过去刷啊，后悔就后悔了。我们需要一个改变的能力，就是从我们的心思意念的回转。我们心的改变，所以大卫刚刚祷告也看到啊，他跟上帝求什么？给我一个建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让我可以重新开始。所以我们要知道，是从神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开始，不是想办法自己解决，不是想办法自己解决，用自我中心去批判我们生命的软弱，批判我们生命当中的罪，这样的信仰只是原地打转，这样叫宗教。不是只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你觉得啊，糟糕，神啊，我犯错了，神啊，我今天做礼拜忘记了，我迟到了，怎么办？啊，神啊，好，那我下礼拜多读10篇圣经好了，求你赦免我。啊，神啊，我今天忘记灵修了，哇，神啊，那我明天禁食1整天，求你赦免我。不是想骂自己解决，不是用自己头脑想出来的方式解决生命的问题，用自我中心去批判这些啊，这是我生命的罪，这是我生命的问题，这是我生命的软弱。如果这样，这叫宗教，这不是信仰。如果不断的在懊悔当中度过，反而是对生命不断的控告跟定罪。如果只是停在懊悔，那是对生命的控告跟定罪，阻碍了重新开始的能力，阻碍了跟上帝的关系。你知道，特别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当你在懊悔、在控告、定罪当中，还有一件事情会出现，就是会产生羞耻感，甚至你可能对自己说：“我不够好。”我就是这样，上帝可能不爱我，以至于就不敢面对真实，犯错不敢面对真实，不敢再对话，不敢再面对生命的真相。小时候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有时候有一天我妈开车载我跟我弟，那时候我们还很小，那大概可能幼稚园吧，还国小，有点忘了，我们反正很小。然后我妈开车载我们，然后我跟我弟坐在后座，然后那个年纪的小朋友就很开心嘛，就我跟我弟打打闹闹啊哈，你知道有在开车你就知道，其实如果后座有人在吵，有时候很难专心，对不对？很难专心。所以于是我妈就转头骂我们两个，说：“哎，安静一点，我在开车啊。”于是我跟我弟就这样啊，我们就小声一点。结果过了一下，那小朋友嘛就又玩起来了，我妈就很生气啊，然后又再次骂我们，于是我们就很安静，我们就不敢讲话了。OK， 于是我们要回家的时候，回家了，就上车了嘛，要回家了，就开到一半，我妈突然觉得不对劲哦，这两个孩子怎么突然那么的受教啊？听那个妈妈的管教，突然怎么那么安静呢？突然我妈回头一看说：“哇，糟糕，车上只有我弟而已，我没上车。”我妈就跟我弟：“你怎么没有讲啊？”我弟说：“哎呦，你刚骂我，很害怕，我不敢讲话。”我没上车，你知道吗？我妈也没发现，我弟也没讲，就是这样。那次刚好是我妈跟她同事聚餐，后面我妈的同事骑摩托车后面追我妈的车，你知道？所以你要知道，有时候当我们面对生命被指责了，被责怪，你可能觉得我就不敢讲了，我就不敢去面对了，就觉得哎呀，糟糕，被骂了，我是不是不够好，就不要讲话了，我就被留在那里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得到一个改变、重新的力量，重新面对生命的真相，阻碍我们重新开始，可能也阻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有一次，他遇见了一群人，把一个行奸淫的妇人拉出来，拉到众人当中。于是每个人就问耶稣说：“耶稣，这个妇人怎么办？照律法，我们要拿石头把她丢死。那最后，他们就问耶稣：“那那你是不是要拿石头丢死呢？”于是耶稣就蹲在地上了，想了一下，后来站起来跟大家说：“好，如果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把他丢死。”于是经文描述什么？从那个年纪最大的就开始先走，
到最后最年轻的最后离开。于是这个被众人拉出来的妇人，哇，他突然就抬头看着耶稣，看着耶稣说：“耶稣，你要定我的罪吗？”耶稣告诉他什么？他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不只说我不只定你罪，耶稣还说什么？去吧，要他什么？重新开始，要他得到一个重新的力量，不只是不被定罪，而是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信仰的生活是什么？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可能遇见耶稣得到转变。我常常讲，信仰的生活是什么？不是宗教生活，信仰生活是我们的生命在不可能当中，在软弱当中，在害怕，在无助，在过错失败当中遇到耶稣得到转变。所以使徒保罗，新约的使徒保罗，他自称自述，他说他是罪魁中的罪魁，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人。但是他这样信仰告白，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他说这样，我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我知道我不完全。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人，但是在软弱当中，上帝的能力覆庇他。所以最后牧师要分享，让我们一起学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悔改的人。最后我们看《使徒行传》，这已经在大卫时代好久好久之后的事情了。《使徒行传》这么记载，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这么记载，他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你看大卫做很多错，对不对？刚刚看那个拔示巴那个，对不对？抢别人的太太，然后为了抢太太把他的先生杀掉。然后其实认真看圣经，大卫一生当中也是有很多过犯的时刻。但圣经最后怎么样评价这个人？圣经怎么样说他？他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凡事遵行我的旨意。他认出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认出他的生命该往什么方向去。所以我们在说，今天在说悔改，或是你说生命的更新好了，不仅是后悔哦，也是一个改变，不再是继续犯同样的错误，纵使生命仍然会有软弱的时刻。我想，生命仍然会遇到软弱或挑战的时刻。OK， 牧师也会有软弱的时刻，牧师也会有遇见挑战的时刻。但是重要的是，我们重新愿意去面对，把生命的焦点聚焦在上帝的身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最后，牧师分享，信仰最真实的福音和恩典，是跟上帝联合在一起。真正的福音，真正的好消息，真正生命的更新，是跟上帝联合在一起，不是只有相信。我们都相信嘛，我知道有一位神啊。刚敬拜赞美诗歌也唱哦，有一位神哦，哇，这位神怎样怎样，好，很多的属性很棒，值得我们称赞。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不是只有相信而已，或是知道而已，而是更清楚的知道生命的软弱、生命的失败、生命的罪，只有透过耶稣能解决。如同为什么来庆祝欢庆主日，来守主日，就是因着耶稣为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得以在这里与他欢庆，同死同复活。所以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人，透过每一次的礼拜，我想也不一定你在信息当中，在讲道当中，你得到生命的更新。牧师刚讲，你可能在奉献的时候，在献诗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在任何一个环节，你可能都体验到生命的更新，在你生命的软弱得到刚强的时刻。但重要的是，每一次的主日要记得，这是一个让我们重新跟上帝对齐、与神联合的机会。愿上帝赐福我们，让我们一起学习深刻的反省，在上帝的面前，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之后我们就来为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你如此爱我，背负我的罪，使我洁净。耶稣，你如此爱我，为了我宝血
付上代价。我们再次从头，耶稣，耶稣，你如此爱我，背负我的罪，使我洁净。耶稣，你如此爱我，为我流宝血，付上代价。当我看不得，你开启我眼睛；当我心孤寂，你与我亲近；当我快放弃，你赐我生命，因你变上我的意志。耶稣，你爱是长阔高深；耶稣，你爱是没有止境。世上的一切有一天要过去，我只需要你，只需要你。耶稣，你爱是长阔高深；耶稣，你爱是没有止境。世上的一切有一天要过去，我只需要你，只需要你。我们一起来为几件事情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特别为我们自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都有一些软弱，我们有一些过犯，我们有一些不完全，我们有一些缺乏，但求神真的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对神说：神，我真的需要你。神啊，求你在我们的内心当中造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有一个重新正直的灵，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开始，继续的向前进。求神来怜悯我们，也求神让我们真实深刻的在神的面前来反省，也在他里面得到新的力量。第二件事情，我们特别为了在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看到美国洛杉矶现在正在大火，有许多人失去了他们的财产，甚至失去了性命。求神怜悯，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国家当中，帮助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居民，在这样的难过、困难当中，看见神的同在，也在恢复的过程当中，求神加添他们力量。第三个，我们也为了教会当中你所知道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不论是记载在周报当中，或者是你的牧区、你的小组，或者是你所熟识的，我们都一起为他们祷告，求神来帮助他们，来兼顾他们。我们一起开口为这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释放这个帮助我们，同在。谢谢你释放的帮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在当中，主，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当中，我们这个时间之前，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当中，谢谢你。亲爱的神，我们在这人的面前，主，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一切会过去，但是你的爱永远不会离去，你的信实、你的公义永远不会离去，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也永远不会离去，所以我们更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建造一个清洁的心，建造一个正直的灵，好让我们的生命因着每一次来参与主日的礼拜，每一次来与你亲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着更新改变的力量。主要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时常的学习，深刻反省我们的生命。虽然我们不完美，虽然我们会有缺乏，我们会有软弱，会有过错的时候，但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生命的眼光，调整生命的步伐，不是只有停留在那个后悔、懊悔而已，而是再一次帮助我们去看见我们与你的关系，以及你如何看待我们。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这个信仰生活的不容易当中来遇见你，在得到生命真实的改变。主，我们也为了在这个世界当中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情来祷告，特别在我们看见美国的洛杉矶现在有一场大火，这场大火烧尽了许多人的财产，
许多人的生命是他们一生当中所努力而来的。主啊，求你怜悯他们，在这场大火当中所受到损害的每一个人，也求你赐福在这个国家当中，让这场火，让这个灾难可以快速的过去。但是也在这个灾难当中，主，我们要来看见你的旨意；但是也在这个灾难当中，主，我们要看见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来帮助这个国家，帮助这个城市，来再一次重新建立起来。主，我们特别为了需要弟兄姐妹，我们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不论是在身心的软弱，或在工作的需要，在家庭的需要，在人际的关系当中，主啊，你都听见他们的祷告，主啊，你都看见他们的需要。主啊，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的软弱再次得着刚强，让他们的忧伤再次得着喜乐，让他们的失望再一次转变是对你的信心。主啊，带领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他们的难过，你知道他们的困难，你知道他们的失望，但主，你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是永远与你同在的神。”主要帮助每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也帮助每一个愿意来到你面前，真实与你对齐，与你建立美好关系的弟兄姐妹。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与你的关系当中真实的认识你，也真实的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我们把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一起来奉献。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来读本月的金句。我们在周报的最后一页，我们一起来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章3节，我们再念一次：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章3节。好，现在我来报告，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周报第4页。第一项，本会消息。本主日1月19日是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
总会传道委员会设立此主日为国内传道福音事工整合平台，推动了新眼光读经、信徒灵性养成、牧职神学生的培育、国外及国内宣教事工，以及关怀派驻国外的宣教师的事工，期待能够得到各教会更多的支持、代祷参与及奉献。本会统筹以宣教专账拨款奉献，欢迎兄姐若有感动要奉献的，向招待桌索取专用的奉献袋参与奉献。第二项，本会定于1月29日星期三举行新春称谢礼拜。第三项，教会公告，本会定于2月23日主日召开定期会员合会。第六项，本会近期重要事工报告：2月9日新春圣礼典圣餐礼拜，2月16日福音主日，江怡君教授诗歌见证会。第5页，肢体交通。第7项，本会会有林伟勋弟兄、大树小组陈玉琪姐的夫婿于1月9日蒙主恩召安息主怀，定今日下午2点在本会礼拜堂举行追思告别礼拜，邀请兄姐前来参加，同志关怀与安慰，并为家属代祷。第8项，其他消息。本会下主日是医治祷告时间，欢迎大家鼓励兄姐来参加。第2小点，本会喜讯，恭喜本会王洪恩弟兄与刘宣荣姐妹夫妇，也就是我们王卫鹏长老与戴美娟老师长子媳，于这个礼拜5蒙上帝赏赐男婴母子平安，取名王牧成，我们恭喜他。接着我们请牧师来做补充报告。好，谢谢牧师来做一个补充。首先呢，我们来欢迎一位新朋友哈。这位新朋友叫做刘佩云，有没有在这边？佩云姐妹在楼上吗？在这里，欢迎你。刘佩云姐妹哈。彭君姐妹的介绍的哈，是不是？好，欢迎你，请坐哈。欢迎常常来跟很多我们同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更深的认识哈。牧师先做一个推广哈，我们在楼下哈有一个这个叫做福音春联哈，大家在春节的时候都习惯贴春联。那有人觉得说，这个是社会的习俗啦，我们教会为什么要贴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叫做福音本土化，有没有？福音本土化的一种意义。那我们也跟大众一样，用快乐的心，用春联来表达我们的喜悦欢迎。那另外也是说，我们借由这个福音春联来介绍信仰也实在你的大门。但我知道有的是年轻人了你们的家不一定会贴，有地方可以贴，但是如果你有需要，我们到楼下签个名拿一份来作为我们春节迎接春节的一个喜气一个感恩。那牧师做1、2点这个提醒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开始我们的门徒学校这个初阶刚刚子兰执事有特别讲说，这个是最基本的课程，很重要。不过刚刚9点开始的时候，我发现说，参加的人不多不多。我们有没有记得我们上一次洗礼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第2堂礼拜，大部分都在第2堂礼拜洗礼。那表示说，在我们这一堂里面的弟兄姐妹最需要参加这个课程。因为可能有的新朋友或者是我们的新的会友不了解。所以我特别拜托我们在场的小组长特别跟他解释说为什么要上这个课因为这个是你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成为一个神的门徒一个必经的学习。我们知道每一项
每一样事情都要学嘛哈，特别我们如果进入一个职场，我们有在职训练啊，你要了解你工作的内容啊。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很基础的啊这个门徒的训练是很必要的哈啊，所以刚好也合乎我们礼拜的节奏啦。我们第2堂礼拜的弟兄姐妹啊，你如果是在第1堂9点先来上课啊，上完课大概10点半结束，我们就上来做礼拜。那等于你把这个时间啊这个安排好，我想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哈啊。刚开始对信仰有基础的认识，你要成长会很快啊。这一点我们请啊在座我们特别是去年受洗或是去年加入我们互相教会的，特别鼓励你。当然如果其他的弟兄姐妹资深的基督徒要学习更好哈啊，我们特别请小组长啊我们的同工来鼓励这样子。因为刚刚子兰之也报告说我们的年度预决算已经完成了哈，我们感谢主，我们就数字就不一一讲，但是特别鼓励说啊，刚刚我们不是第一个消息有报告说今天是国内外宣道主日吗？啊，你看我们在读新眼光读经的时候，就是借由这个主日他们的经会去印制的啊，因为我们教会现在就采用用拨款我们有一个宣教基金我们就把它拨款奉献出去。那不是说那这样我们信徒就不用关心了意思是我们不用每一次都拿那个奉献袋来奉献，让你都搞混了。因为我们长老教会几乎每一个月都有一个主日但是我们还是要有经费来源所以我们教会在圣餐奉献还有一般的会有的单独的奉献，这些钱都把它放在一个专款，然后无论是有一些遇到灾害啦或是有弱小的教会啦，或是特别有这种主日呢，我们就拨一个整笔的款来奉献。但是我们如果对单独这个主日有感动，你也可以跟我们的干事拿奉献袋，说我要为这个主日来奉献那这周报里面有提到我们在等一下礼拜结束，这个会场就马上要做一个整理我们的安息的会友林伟勋弟兄要在他的告别式要在这个地方举行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有对这个家庭有认识，欢迎你们等下吃饱饭留下来参加这个告别式。可能你对伟勋兄跟玉琪姐不是熟，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基甸牧区之前有邀请他的儿子就是义庭跟义良他们2位兄弟的父亲因为癌症在上个礼拜过世，我们请大家一起为这个家庭来代祷。如果你时间允许，可以留下来参加。那刚刚有提到喜讯我们就不重复。我们恭喜这个王卫鹏医师成为阿公了我们下个礼拜天是我们春节前的主日我们要举行一个医治祷告会如果祷告时间如果礼拜天在讲道完我们有一个医治祷告时间，鼓励弟兄姐妹大家愿意受祝福受按手祷告，那你就踊跃的到台前来有的是自己不好意思你就陪他上来也可以所以我们要请小会长老，还有我们的代祷团队同工，还有我们的这个小组长一起来服侍那有关这个春节快到了，牧师也特别邀请我们在1月29号今年的春节比较早1月29号春节当天9点举行这一个感恩礼拜。那我知道我们第2堂礼拜很多年轻朋友你家都不住在这边，所以有可能那天礼拜天那天做礼拜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在这里，有的是外出旅游，有的出国有的回到家乡如果牧师也回去，我要回到澎湖去这边就变成没有人了，也不行对不对？所以我们欢迎那一天你没有外出的没有出国度假的特别你的家人有回来的，邀请一起来春节早上一起来这边热情的敬拜神献上感恩。你知道吗？那个民间习俗他们在半夜12点呢要跑去怎么样庙里抢头香
还用冲的嘞，啊，你看他们要那么热情去拜假神，还那么认真，那我们基督徒哈，连来跟上帝请个安都不愿意，真的不好。所以鼓励大家春节哈，先来到上帝面前献上感恩，得到恩典，然后一年当中神的保护跟带领都跟我们同在哈。那也同时因为这样哈，我们这个下个礼拜天跟下下礼拜天，就是刚好春节前、春节后的主日哈，1月26，还有2月2号，因为我们这个休假的关系，我们的午餐哈，我们的爱心午餐就暂停了。所以您如果想要享用爱心午餐，今天等一下还有哈啊，享喝完就要过年了哈啊，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春节哈因为有的人可能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就外出了，就不在这边。那祝大家新春愉快，特别出入都平安哈。那也鼓励会友，我们要开车，你要春节非常的很忙哈，一定要先祷告。开车前先祷告，愿神祝福。牧师的祷告有3种，一种是神啊，求你保守这个车况非常好；第二个路况也很棒；第3个我的精神更棒。那这样开车才会安全嘛。我们就在神面前用祷告再出发哈这个祝福大家春节愉快。好，好，我们一起来唱结束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诗歌完毕，我们请曾牧师为我们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我们一起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我们来默祷，来避会。